大家好，今日會講爆旋陀螺鋼鐵戰魂 4D， 即係第3部，亦係最後一季。對於呢一季我都有好多感想，成個節奏會好唔同。不過片尾再講，事不宜遲，即刻開始。喺晚上，新角色勇氣觀星時，見到有隕石嚟到地球，但佢分開咗做10份，散落到唔同地方。同一時間，幕後黑手叫阿貓去將星星碎片都帶返嚟，故事就咁樣開始啦。接住第2季結局，阿元就喺度修理銀河天馬，然後喺窗外見到隕石碎片飛去面前，阿元有被嚇到，不過見到天馬冇事就繼續修理。下一日，銀河健太揾阿元時，天馬已經好似新嘅一樣，銀河就即刻想對戰，突然有箭射過嚟，上面有封挑戰書。銀河接受邀請，點知又係京次，因為第2季兩人打和，京次就想再分勝負。兩人對戰時，佢哋嘅陀螺一齊進化，獅王嘅攻擊力比以前更強，打到天馬就快停，但天馬突然轉速加快，最後兩個陀螺對撞後，雖然未有人輸，但銀河京次都瞓低咗。於是大家返去研究新陀螺，獅王變咗2個輪盤，只要反過嚟裝就可以變做反擊同防禦模式。頭先攻擊力增加就係因為反擊模式，京次就幫佢改咗新名叫獠牙獅王，而銀河嘅天馬有3個輪盤，可以自由轉換4個攻擊形態，不過冇乜用，用得最多就係天馬嘅軸心終極動力模式。當天馬減速到一個地步，底盤會縮起，令到橡膠面碰到對戰盤，從而令轉速大增，係殺手鐧。銀河就改佢名做軍擊天馬。爸爸就想知點解2個陀螺會有變化，變慶就講琴日都有道光跌去獅王，情況同阿元當時一樣。京次冇興趣揾到原因就走咗，銀河佢哋追出去，鏡頭去到勇氣，佢唔夠阿貓嘅陀螺打。銀河佢哋咁啱嚟到幫手，講阿貓明明分出勝負仲唔停手，阿貓見到唔對路就走人。勇氣睇到軍擊天馬後，佢叫銀河要幫自己就暈咗，醒咗嘅勇氣就開始解釋設定，原來古馬村嘅傳說仲有後續。之前講過有2個隕石去到地球，分別變成天馬同魔龍，然後預言喺未來會有新嘅星星碎片嚟到，不過碎片力量會跟擁有者變成正義或邪惡。而前晚星星碎片嚟到時，勇氣都見到光芒飛到自己身上，仲聽到碎片同自己對話，叫勇氣去揾10個傳說中嘅陀螺手，阻止黑色太陽復仇者嘅復活，否則會有大災難發生。變慶佢哋當然懷疑勇氣嘅說話，勇氣講阿貓就係敵人手下，同埋銀河佢哋嘅陀螺會進化，都係因為天馬獅王都係被星星碎片揀中，所以銀河京次都係傳說陀螺手。於是今季目的就係揾齊傳說陀螺手，阻止復仇者復活。咁銀河佢哋當然先揾熟悉嘅老朋友正宗同中國隊，不過佢哋嘅陀螺都冇變化，爸爸就叫大家幫手揾傳說陀螺手同埋畫大餅，唔排除大家嘅陀螺戰鬥中會發生變化，叫大家唔好放棄希望。健太都燃起鬥志想做傳說陀螺手，勇氣阿光就用電腦分析隕石分散時嘅影像，知道其中一個地方係印尼嘅火山島。銀河佢哋出發時，阿貓就出嚟想帶走軍擊天馬，銀河就應戰，京次嚟到幫手。阿貓見到2打1就走咗，銀河奇怪點解京次會嚟，京次講自己從變慶知道所有嘢，佢唔忿氣銀河同自己以外仲有8個傳說陀螺手，所以佢想揾出所有人再打低佢哋，最後再同銀河對戰。健太問即係京次係咪一齊行啊？京次答我邊會做你哋嘅同伴啊，不過要揾出傳說陀螺手最快嘅方法就係跟住你哋。銀河同我笑得超開心，唉真係傲嬌勁。銀河佢哋嚟到火山島時，嗰度嘅村民講前排有陀螺手嚟到島上訓練，跟住有一道光去到山上。銀河佢哋講一定係星星碎片，京次變慶就先行一步去山頂，結果係一條火龍，當然係龍牙。京次都發現龍牙嘅陀螺唔同咗，京次就講進化嘅獠牙獅王會打敗龍牙。龍牙答唔通你覺得憑住自己力量就可以打敗全身嘅毀滅魔龍？兩人就對戰，一開始京次靠住反擊模式不斷攻擊魔龍，龍牙就講你只係連自己陀螺都控制唔到嘅蠢材。魔龍變做吸收模式，同隕石魔龍一樣，用橡膠邊吸收獅王攻擊，再一下打低京次。銀河佢哋都講到嚟解釋復仇者嘅事，想揾龍牙幫手。聽完嘅龍牙一啲興趣都冇，只係想揾出所有人打低。銀河唯有靠對戰說話，如果銀河贏咗，龍牙就要幫手。龍牙冇驚過，直接壓住銀河打。喺阿元嘅提醒下，銀河先記得軍擊天馬可以轉換模式，但咁樣徹底令到龍牙憤怒，因為銀河同京次一樣，完全唔了解自己陀螺。龍牙改用終極生命模式，喺轉速減低時，底盤會凸起，變做持久型，同軍擊天馬嘅軸心係完全相反。銀河就用終極動力模式分勝負。龍牙鬧銀河唔好只係依靠陀螺嘅力量，龍王講
光巴槍，直接打贏銀河。勇氣始終想集合傳說陀螺手，所以自己同龍牙對戰。唔使講啊，勇氣完全唔係對手。不過勇氣未認輸，佢嘅陀螺水星阿努比斯變咗顏色。原來勇氣都係其中一個傳說陀螺手，最後梗係輸咗，龍牙就走人。下一日，荊此喺森林發洩，銀河就叫荊此唔好俾憤怒控制。荊此反問佢徹底輸俾龍牙，甘心咩？銀河當然唔忿氣，不過佢承認聽到自己係傳說陀螺手後，沉醉咗喺虛榮感之中，冇學識控制自己嘅新陀螺。銀河覺得純屬運用自己陀螺先稱得上傳說陀螺手。龍牙面對唔同情況會用唔同模式，一定係做咗好多訓練。相反，銀河荊此只會用新陀螺嘅力量戰鬥，所以銀河講自己會努力練習，直至成為一個襯得起關擊天馬嘅陀螺手。聽完嘅荊此都深知自己不足，叫銀河同自己特訓。咁勇氣就同健太對戰練習，結果健太一場都贏唔到，佢開始覺得自己做唔到傳說陀螺手。大家離開火山島時，健太決定離隊，因為佢知道跟住銀河佢哋只可以打氣。健太都想揾到自己可以做嘅嘢，銀河答應咗，叫健太之後一定要翻嚟。健太就走咗，而健太諗到嘅方法好愚蠢又簡單，佢揾到龍牙決勝符，只要健太贏到龍牙，佢就要幫銀河佢哋。哇，呢個或然率低過0啊！健太直接被秒殺，佢只好追住龍牙幫手。龍牙冇理佢，健太就由銀河嘅跟班變做龍牙嘅跟班，開始跟龍牙攀山涉水行一樣嘅路，因為呢個就係龍牙平時做嘅訓練。不過野外求生技巧完全唔及龍牙，連生火醫飽自己個肚都做唔到。健太一度餓到暈，龍牙竟然等健太醒咗先繼續行。喺晚上，龍牙幫健太生火同埋俾佢食烤魚，然後叫健太快啲走。健太拒絕咗，正因為自己乜嘢都唔係，弱到完全幫唔到大家，所以佢決定咗會跟住龍牙到天涯海角，直至龍牙答應幫銀河佢哋。呢個就係健太唯一可以做到嘅嘢啦。龍牙答：係咁就繼續挑戰我啦，無論何時何地，就睇下你有冇能力可以令我認真起嚟啦。健太答應咗。鏡頭翻到銀河，佢哋就去咗中國，因為最近有個好強嘅陀螺手喺中國不斷揾人對戰。咁銀河問點樣先揾到神秘人，大祥講好快會舉行一個大型雙人對戰，相信呢個高手都會參加，藉此嚟表現自己。咁經此決定同變慶組隊，自然銀河勇氣就一隊。成個過程就唔太重要，我就揀重點講啦。呢個比賽阿貓都有參加，佢隨便揾咗個貓女組隊，目的同銀河佢哋一樣，都係揾傳說陀螺手。喺8強嘅比賽，阿貓嘅對手係荊此變慶，荊此好有自信應戰，阿貓嘅陀螺不斷攻擊下，獅王都毫無受傷，因為荊此喺對戰前猜測到呢一場會係持久戰，所以預先用防禦模式應對。銀河就明白荊此喺龍牙一戰後都學識用自己陀螺，最後荊此用龍捲風打飛阿貓陀螺，再用新必殺傳技獅子王擊碎啊，成功打低阿貓。最後一個8強賽，兩個陀螺手紅髮大隻仔耍套功夫架式，佢哋嘅陀螺就輕鬆贏。大場就驚訝兩人嘅來歷，因為佢哋嘅姿勢係百家爆林拳。2000年前佢哋嘅當家一度想得到爆林子控制權，最後失敗收場同分家，所以而家紅髮大隻仔想用力量證明百家爆林拳先係最強流派。而大隻仔就係傳說陀螺手，佢用嘅係土星克羅洛斯。喺4強新手保護期嘅大隻仔一擊打低荊此變慶。另一個4強係銀河勇氣再戰大場赤雲，呢一戰主要講銀河學識咗新招式天馬爆翼槍，打低大場赤雲晉身決賽。點知決賽又係劇情殺，大隻仔用必殺傳技將所有人打出場外，所以紅髮大隻仔贏咗大賽。大隻仔講佢哋嘅目標係將世上所有嘅流派都打低，兩人就走咗。阿貓就過去拉攏大隻仔佢哋，帶人到幕後黑手面前。黑手講黑色太陽稱霸世界後，到時就俾百家爆林拳統治所有門派。大隻仔相信咗幕後黑手，所以會幫復仇者。而銀河佢哋嘅旅程當然未完啦，下一站係希臘，因為凱撒佢哋講有傳說陀螺手線索，就係被譽為神之劍嘅陀螺喺一座遺跡上。銀河佢哋去到遺跡時，成座建築物都爛咗，然後又翻到一開始嘅問題，點樣先揾到個陀螺手？凱撒就答去最近嘅陀螺手大賽，基本上每次都係大賽揾傳說陀螺手，遲啲又會係相同套路。咁最近嘅大賽就喺美國，所以銀河就拜託身處美國嘅正宗佢哋揾出傳說陀螺手，因為正宗佢哋都會參加呢個比賽。由於時間關係就縮短嚟講，正宗因為電光獨角冇進化，所以佢叫光頭教練幫佢製作一隻全新陀螺閃電獨角。而呢個比賽有個特別之處就係多人混戰，分 A、B 組2場進行，最後3人可以打決賽。而正宗就係 B 組，佢遇到一個性格同自己完全相同嘅人，叫阿 King， 自帶好勝唔認輸，用右回轉嘅火星阿瑞斯。正宗就同阿 King 入咗決賽。講到呢度有冇人奇怪點解我要特別講火星係右回轉陀螺？冇錯，因為阿 King 喺決賽就係用左回轉，
火星阿瑞斯係重力英仙嘅圓形陀螺，一直被封印喺希臘嘅遺跡。而阿 King 喺附近見到星星碎片去咗遺跡嗰邊，好自然佢過去拎咗火星嚟用，代表阿 King 係傳說陀螺手。講翻決賽，最後大混戰只係剩翻阿 King 同正宗，但上季男主角點會夠版本之子阿 King 打呢？所以正宗又輸咗啊！真係想你贏一次都好難啊！好在阿 King 正宗不打不相識，兩人做咗好兄弟，阿 King 都願意幫銀河佢哋，而家會留喺美國同正宗一齊。下一站銀河佢哋去咗非洲，因為收到尼羅黑人嘅聯絡，講有星星碎片去咗嗰度，不過墜落位置又係山上遺跡。喺尼羅黑人嘅幫手下，銀河佢哋好快去到一個對戰盤。呢個時候阿貓大隻仔嚟咗，原來佢哋終於明白要揾到傳說陀螺手最快嘅方法就係跟住銀河佢哋，所以就到遺跡前大隻仔就出嚟。而京始想報翻中國賽嘅時候，尼羅黑人變慶就留低幫手打小兵。大隻仔冇咗新手保護期，點會贏到京始啊？京始講自己係野生獅子，唔會跟人行動，一個人自由自在咁奔馳，覺悟上同大隻仔係完全唔同。大隻仔就反問：但係你就跟住銀河一齊行動，人類係冇可能單獨一個人生存。京始完全唔識回應，只係嘴再硬冇實力都係輸俾京始。京始佢哋趁機走人，好快就追上銀河佢哋。幾經辛苦，大家都入到去遺跡當中，裏面坐住一個人，佢就係遺跡嘅守護者達倫美斯，簡稱美斯。而美斯就係今季解釋設定嘅人，佢講咗幾個重要資訊。第一，佢都係傳說陀螺手，用嘅係碧玉木星。第二，喺古馬村隕石嚟到嘅再幾千年前，星星碎片同埋黑色太陽就已經嚟到地球，而當時有人將黑色太陽碎片獻俾國王哈蒂斯，佢就將碎片改造成最強陀螺復仇者，再用佢鏟除異己，壞事做盡。鄰國嘅宙斯就揾到5大行星嘅陀螺手對抗復仇者，不過5人唔夠打，最後靠地球幫手，賦予5人大地嘅力量，終於將哈蒂斯同復仇者封印喺地底深處。哈蒂斯就留低復活嘅預言，所以宙斯為咗對抗預言，將大地力量分成4份，就係4季陀螺戰士。天馬係秋，獅子係春，天狼係夏，而宙斯嘅子孫即係美斯，要世世代代話俾嚟到神殿嘅後人。而家嘅行星陀螺手亦係當時對抗復仇者嘅子孫。第三，復仇者係要集合所有星星碎片嘅力量先可以真正復活。美斯就係怕星星會直接落喺幕後黑手當中，所以當晚用遺跡嘅力量打散星星做10塊碎片，而墜落嘅目標係星星自己決定，其中一塊就去咗邪惡勢力手上。萬一復仇者真係復活咗，就要集合9個傳說陀螺手去封印黑色太陽。只係京始俾之前大隻仔嘴遁到，唔想再一齊行就離隊，銀河有挽留都冇用。咁銀河佢哋就數剩翻未出現嘅傳說陀螺手，分別係金星同埋冬天星座。而大家第一個諗到嘅人係獨角獸座嘅正宗啊，所以銀河佢哋同爸爸匯報所有嘢後，講佢哋會去陀螺島比賽，希望令正宗快啲覺醒，盡快揾齊傳說中嘅陀螺手。以上就係 4D 嘅第一集，我對呢一季評價係好兩極。好嘅係角色互動比之前嚟得自然同埋好笑。上一季因為好多人都係對手，所以互動一直係圍繞日本隊5人。今次見到尼羅佢哋都做咗同伴係好放心，呢一點係有聲書呈現唔到，真係要重睇先得。不過人物描寫係大退步，京始同龍牙係寫得好差，龍牙就要打下一集先講到。京始嘅性格直接倒退第一季，又變咗唔需要任何同伴，只係靠自己嘅人。明明第一季打銀河時，銀河就講咗陀螺只靠一個人係唔會變強，唔明白點解京始突然失智，係要講自己係孤高嘅獅子，何況獅子係群居動物，明明有願意追隨自己嘅人，尼羅佢哋都係京始用真心換翻嚟嘅同伴，而家京始就一手推開人，真係睇得好頭痛。如果唔係講京始離隊，我一定唔會寫出嚟啊！後面歸隊原因亦都冇解答呢個問題。另外好睇嘅係新陀螺嘅噱頭夠多，每款有唔同模式，現實玩具都重現到相關功能。因為前2季都係任編劇講技能，唔通現實嘅獅王真係有龍捲風，京先可以控制重力咩？所以陀螺技能嚟講，我最中意呢一季，只係 4D 完全冇咗智鬥，全靠新手保護旗同埋叫得大聲，成日吹到人哋陀螺點樣勁，最後都係用必殺技對撞，令到陀螺嘅功能都冇咗意思，所以我冇特別講解。下一集嘅節奏都差唔多，當睇完個故事就算啦。今次嚟到呢一度，我哋最後一集見，拜拜。